7月份嘅樓市經歷咗上半年購買力爆發咗之後，似乎都進入咗呢個技術性嘅整固期。受到金融市場波動同埋地緣政治局勢影響啦，二手嘅觀望氣氛轉濃，買賣雙方亦都進入咗呢個價格嘅拉鋸，拖累咗交投量明顯放緩。根據7月份嘅股價表現分析，物業綜合股價量係按月輕微下跌大約2.2%嘅，但依然較上年同比升大約7.1%。當中涉及買賣成交嘅查價量就明顯下跌接近2成啦，錄得一個今年次低嘅數字。其實進入咗呢個暑期租賃旺季增加之後會部分分散咗市場焦點。相信短期之內買賣成交嘅查價量依然會喺窄幅整固。估到價比率按月輕微下跌1.1%，連跌2個月，但依然較上年同期升大約6.5%。一如上個月嘅預期啦，當大市出現一個高位整固，業主嘅觀望叫價將會不利呢個估到價比率嘅。而且當呢個調節時期一再拉長嘅話，相信估到價比率依然會再向下調整。近嚟部分嘅銀行都適度咁提升咗按揭嘅現金回贈去搶佔市佔，咁對物業估價嚟講都起到積極嘅支持作用。另外暑期租賃旺季持續啦，咁呢個內地嘅專才同埋留學生都積極相繼咁入市，咁都推動咗租金回報維持喺接近4厘甚至以上嘅水平，亦都為咗二手嘅業主提供咗極佳嘅抗跌底氣。預料第三季嘅樓市依然會維持租金向上、樓價窄幅增持一個消化整固期嘅，兼且要留意第4季嘅息口走勢影響。